最近天氣凍咗，有冇覺得皮膚痕啊？咁如果有嘅話咧，千祈唔好搽止痕膏喎。正確方法咧就係要搽有滋潤同埋修復效果嘅 cream 啦。咁依家咧就教你3個步驟正確搽 cream，令到你更加止痕嘅。第一個步驟咧就係先補水，我哋咧會噴一啲花水啦，呢啲或者叫做純露啦，咁係全植物嘅成分，係天然100%，冇酒精，咁咧就可以咧幫助第一樣嘢咧，天然嘅花水咧係有一個輕度消炎嘅作用嘅喎。第二樣咧就可以幫助你咧濕濕地咧可以更加容易吸收之後搽嘅 cream 啦，可以節省 cream 嘅用量㗎。第二個步驟就係搽潤膚霜啦。咁咧好多人咧以為咧淨係搽呢個凡士林啊，或者係豬油膏啊咁樣咧，就以為好潤啦，咁就夠啦。但係其實咧搽嗰啲咧其實係冇真正嘅滋潤同埋修復嘅效果嘅喎，因為咧佢哋只係表面封住個皮膚，令到皮膚呼吸唔到。咁咧正確方法咧當然係用有滋潤同埋修復效果嘅潤膚膏啦，令到個皮膚咧係有一個增強抵抗力嘅作用。咁咧呢啲油咧亦都有呢啲嘅營養嘅成分，可以幫助皮膚嘅修復嘅喎。咁臨瞓之前咧，亦都可以搽厚啲啦。咁我哋通常咧就教人哋用呢個月見草油嘅，因為咧佢具有呢個滋潤啦，同埋修復效果，亦都冇咁刺激，氣味都好聞嘅。最後一個步驟啦，就係搽油膏啦。咁呢啲咧同凡士林或者係豬油膏有咩唔同咧？就係咧呢啲係全植物嘅油膏嚟嘅，咁就係唔會好似嗰啲凡士林咁樣係礦物油嘅成分，嗰啲係化工原料嚟㗎，係化學成分，長期用咧亦都係會過敏㗎喎。咁呢啲咧就係搽咗 cream 之後咧，隔一陣咧就再搽呢個油膏咧，就可以幫助個皮膚鎖水，建立一個保護層。咁你瞓覺咧就可以令到你咧比較冇咁容易去流失水分，會冇咁容易痕醒㗎。最後咧就提醒大家，我哋喺12月5號至10號咧有一個聖誕大優惠㗎喎。咁咧詳情咧請留意我哋嘅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啦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